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天气搞变化，寒天的流感提早来进入流行期。顶礼拜急诊类流感就来破10万人。啊，讲这新增加的重症的个案有4成，拢是同样的50岁到64岁中壮年。医生讲，中壮年社区的活动较侪，而且咧，这个拢伫人群真侪所在来活动，将做感染的高风险群，所以上好也是爱做预防下较妥当。大人囡仔拢来报道，流行感冒进入流行期，连平常时抵抗力较强的中壮年嘛是真侪。为疾管署的统计显示，干那顶礼拜门诊加急诊类流感就超过10万人次，新增加55例流感的重症，其中有20个拢是中壮年。医生分析讲，一来是中壮年比较有较侪社交活动，二来有可能甲本身的主体免疫系统有关系。当我们病毒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，引起了所谓的免疫反应，所以尤其青壮年，尤其他对免疫方面它是比较强烈的，它会因为要攻击躲在细胞里面的病毒，反而攻击到我们自己本身正常的器官，我们的自己本身的器官跟细胞。中壮年流行感冒重症，上后并发肺炎、脑炎，也是心脏肌肉的发炎。流行感冒提早进入流行期，病毒的突变，医生嘛真注意。病毒突变。病毒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所以很多人原来的免疫力就挡不住它，那病毒就会提早到。目前亚洲区依然是以 A 型的流行感冒为主，症头甲 B 型的流行感冒差不多，主要症头拢是肌肉的酸痛加发烧。好消息是，流行感冒疫苗防护力有够，只要有自保护力拢会超过8成以上。第3阶段疫苗将伫明年的元旦开始注，高风险慢性病患者甲有新的人一定要去注射，全面防止流行感冒。